老友記，各位街坊，各位退休嘅長者朋友，我係蘇文峰。今日我唔同大家講流年運勢，唔講八字命格，唔分析屋企風水佈局，專門同大家拆解一門最貼地、最實用，但9成9老人家都踩中嘅晚年學問。家庭相處之道，好多人專登揾我問風水問運程，個個都話蘇師傅係嘈嘈鬧鬧，家宅不寧，親子不和，新抱關係僵硬，係咪犯咗太歲？係咪大門對住窗做位，擺錯睡房犯煞？我今日講一句最真實、最殘酷嘅真相，一定要入心聽、入心記。絕大部分家庭不和、同住爭拗、老少、反目相處性格，根本唔關風水事，唔關運程事，唔關流年吉凶事，100%係關你老人家把口事。長者一世心地善良，為家付出無私奉獻，辛辛苦苦面後讀大仔女，捱盡風雨節衣縮食，撐起頭家到老咗退落嚟，想同仔女同住一屋共享天倫，安享晚年，絕對冇壞心眼，冇私心，冇惡念，但偏偏就係呢一份好心，呢一份顧家，最後演變成屋企日日嗌交，冷戰對峙，關係破裂，好多老人家被迫搬離，老少從此疏遠，老死不相往來。好多老人家臨終都諗唔明，自己一世為仔女為家庭，點解到老冇人體靈，冇人珍惜，落得個冷清收場？根本唔係個仔女唔孝，唔係新抱唔懂事，唔係後生唔感恩，而係你平日講太多無謂廢話，踩中人情禁忌，講錯說話傷透人心，慢慢消耗晒屋企所有福氣、所有溫情、所有和睦。我觀察幾十年人情冷暖、家庭興衰，發現所有和氣興旺、富貴長久、老少和睦嘅家庭都有一個共通點，佢少講廢話，多做實事，懂得收散，懂得分寸，懂得退位。而所有爭吵不休、家宅不寧、親子離心、福氣消散嘅家庭，問題全部源自長輩一張唔識停嘅嘴。咁就徹底拆解老人家同仔女同住最傷家庭、最破家運、最敗人情嘅4句致命廢話。呢4句說話睇落普通，睇落無傷大雅，睇落係發洩情緒，實質句句殺傷力巨大，散家庭，斷絕親情，耗盡福氣。聽清楚，記牢固，從今日開始即刻戒口，你屋企即刻家和萬事興，晚年自然清靜自在，受人敬重。記講，絕對唔可以日日掛喺嘴邊嘅致命廢話，就係翻舊賬，成日掛住講我當年幾辛幾苦，點樣供你讀書，點樣捱生捱死面落大理，我當年為你付出幾多，心裏邊長期積壓委屈，覺得自己細路佬犧牲青春，犧牲享受，犧牲自由，成全仔女。到老咗覺得個仔冷淡，新抱生疏，後生唔夠體暖，心裏面唔平衡，唔舒服，唔忿氣，於是就習慣性翻舊賬，憶苦思甜，不斷重複自己當年嘅付出，你心裏面嘅初衷，講出自己嘅辛苦，想得到一句體憐，想換取少少溫柔對待，想討回心裏面嘅公道，完全冇惡意，只係發洩情緒，抒發感慨。但我同大家講清楚，世事從來唔係你想點就點，你講嘅初衷同後生聽到嘅感受完全係兩回事。當你日日重複當年點樣辛苦，點樣付出，點樣成全仔女，後生耳仔入面講得到4個冷冰冰嘅字，你欠我嘅本來最純潔、最無價、最無私嘅親情，被你一次次翻舊賬，一次次計較付出，徹底變質，愛情變成交易，由恩情變成菜末，由家人變成債主同債仔。一旦親情變成數數，變成還債，一切溫情就即刻清零。每個月俾你家用，逢年過節俾你利是，平日請你食飯買嘢，佢心裏邊唔會覺得係盡孝，係感恩，係愛惜。長輩只會覺得呢啲都係還債，係還你當年嘅人情債、養育債，覺得自己還得差唔多，盡咗本分，就會徹底心安理得，從此唔再主動關心，唔再刻意體諒，唔再用心陪伴，因為債已經還清，恩情已經抵消，仲有乜嘢親情好講？仔女永遠係向上望、向前走嘅，佢哋未為人父母之時，永遠無法真正體會養兒100歲長有99嘅辛苦。呢個係人性常態，係天道規律，唔係佢哋冷血，唔係佢哋無情，唔係佢哋不孝，一定要等到佢哋自己生兒育女，自己捱年攞仔辛苦，自己體會養育壓力，底明白
當年父母嘅不容易，先會真心心生感恩，先會懂得體諒長輩。呢種感恩係自然而生，係發自內心，係歲月沉澱出嚟嘅真情。你日堅鬥，日日翻帳，日日施壓逼出嚟，你日日將當年辛苦掛喺嘴邊，本來可以讓仔女日後回味感動嘅恩情，變成無形壓力，變成精神負擔，變成煩躁來源。講第一次後生會內疚，會感動，會心生愧意；講第二次感動冚半內疚變淡；講第三次開始徹底進入耳鈴模式，還聽到就厭，聽到就想逃避。本來和睦嘅相處氣氛，次次被你一句舊帳打破。屋企日日充滿壓抑，充滿算賬，充滿陰霾，氣自然慢慢流走，人情自然慢慢變淡，關係自然慢慢疏遠。我俾大家一條最實用、最高明嘅師傅教路喎，徹底解決翻舊帳嘅壞習慣。裏面委屈湧起，好想翻舊帳，好想講當年辛苦嘅時候，即刻停3秒，收住口，忍住唔好講，絕對唔好用討債口吻，唔好用埋怨語氣，唔好用對立態度去訴說從前。咁讓仔女知道你當年嘅不容易，想讓佢哋懂得珍惜眼前，就改用輕鬆講故事嘅方式，閒時飲茶傾偈，淡淡帶過，不夠，絕對唔重複，絕對唔囉嗦，絕對唔強迫對方認錯感恩。高明嘅長輩從來唔會自我吹捧，唔會自我賣慘，唔會自我邀功，恩情默默擺喺度，咁自有分量，唔說自有人心，不爭自有福報。第二句極度相加，破壞和睦，千祈唔好講嘅廢話，就係盲目比較，隨意讚人踩己，成日對住仔女、新抱女婿講人哋隔離個仔、人哋個新抱幾懂事、幾上進、幾孝順。好多長輩講呢句說話嘅初衷，其實完全係好心，心裏面諗住我唔係鬧佢，唔係嫌佢，激勵下佢，想等佢見賢思齊，想推動佢更加努力、更加懂事、更加顧家。但我同大家講句老實話，呢種自我安慰嘅想法，純粹係自欺欺人、自我麻醉。人性真實反映人性最本能、最真實、最普遍嘅弱點，就係唔接受被比較，唔接受被否定，唔接受被嫌棄。無論係幾大歲數、幾成熟嘅人，被身邊至親比較，被拿來同外人對比，被讚外人踩自己，第一反應絕對唔係反省進步，而係心生反感、心生抵觸、心生不滿、心生怨氣。你以為係鼓勵，喺佢哋眼中裸裸嘅嫌棄、否定同打壓。你每一次讚隔離人、讚外人、讚人哋仔女新抱，佢哋接收嘅信號永遠得一個，喺你心裏面隔我永遠唔夠人哋好，我永遠唔合格，我永遠俾人比下去，你根本唔滿意我。呢句說話如果用喺親生仔女身上，已經足以傷感情，製造隔頸，淡化親情。喺新抱同女婿身上，殺傷力直接翻倍，後果直接放大10倍。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個家庭核心分寸，仔女係你親生骨肉，血濃於水，後緣都有得傾，有得修補，血緣暫不斷。但新抱同女婿本來就係外星人，外來者融入你嘅家庭，本來就需要時間，需要包容，需要肯定，需要安全感。裏面本來就帶住陌生感、禽獸感同不確定性。你一旦當面讚外人，踩低佢哋，佢哋即刻會鐵底心寒、鐵底失望、鐵底失去歸屬感。從此之後，再真心融入家庭，唔會再真心孝敬長輩，唔會再真心為頭家付出，只會維持表面客氣、敷衍、應付、形同陌路。屋企從此面和心不和，虛有其表，內藏裂痕。大家最簡單嘅換位思考道理，人人都識諗，人人都明白。如果個仔日日當面同你講，隔離陳伯日日行山，日日保養，身體硬朗，從唔入醫院。你成日周身病痛，成日睇醫生，成日需要人照顧。如果個新抱日日講，人哋奶奶溫柔體諒，唔囉嗦，唔挑剔，唔比較，點解你事事計較，處處名鬥？你聽咗之後，反思自己會積極改進嗎？絕對唔會，你只會即刻火滾，心生委屈，覺得被嫌棄，覺得後生唔識感恩，覺得自己一世辛苦不被理解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牧師唔想承受嘅說話，唔想面對嘅打壓，千祈唔好喺後生身上。真正高明、有福氣、受敬重嘅長輩，從來唔做屋企嘅評判員、打分員、挑剔員、道生不足，日日比較外人優點，日日否定自家親人。
真正嘅大家長，真正嘅定海神針，係穩定，係包容，係肯定，係撐後生，係團結家庭，係化解矛盾，係平息風波。發生大小事，你管得住唔急躁，唔挑剔，唔比較，唔搬弄是非，唔挑起矛盾，成個家先至有安穩氣場，有和睦福氣，有團結力量。自家仔女多體諒新抱女婿，多肯定身邊人，屋企先會暖，人心先會齊，家運先會旺。第三句最毒最致命，最容易揸位整個家運，直接撕裂家庭決稿嘅死穴說話。咗代炮，隨意干預後生管教仔女，成日理直氣壯講，你哋唔識教仔，你哋應該點樣教個孫？細路仔唔可以咁樣管，你哋嘅方法全部錯。前面兩句廢話，感情生隔鉗，淡化親情，仲有挽回餘地。呢一句說話直接動搖家庭核心架構，破壞倫理次序，製造代際對立，教壞細路，斷絕家運，係所有家庭矛盾嘅最大炸彈。底講透家庭倫理次序，講透角色定位，所有長輩必須牢牢記住，一世都唔可以亂位，唔可以越權，唔可以搶位。你嘅身份係長輩，係爺爺嫲嫲，係外公外婆。咁係天定嘅，一世不變，人人尊重，無可替代。但大家一定要分清，長輩係身份，絕對唔係職位。一個家庭嘅現任家長，真正管教仔女、負責家庭教育、掌握管教權嘅人，同新抱係後生一代，絕對唔係退落嚟嘅你。好多老人家老來心軟疼，十孫輩過度寵愛，見到後生管教小朋友嚴格約束，糾正壞習慣，崩軟即刻插手，即刻反對，即刻撻台後生有細路，罰細路，鬼管細路你，即刻出聲過號住話細路仔使咁嚴，唔使逼佢，唔使鬧佢。呢個舉動唔算係愛實晚輩，實際上係當住小朋友面直接搣奪父母嘅管教權，否定父母嘅權威，打亂家庭教育規矩。一旦小朋友發現錯，有爺爺嫲嫲撐腰，父母管教有人反對，屋企有兩套管教標準，即刻會學識撒嬌，學識任性，學識叛逆，學識轉空子，學識唔聽父母說話。從此之後，講嘢冇權威，管教冇效果，家庭有個鐵底失效，細路嬌生慣養，任性自私，目中無人，最終學壞走，偏品性出問題。呢個就係隔代亂管教嘅最大代價。睇天道唔玄學，都明白一個千古不變嘅道理。乾卦上九有云：亢龍有悔。再強嘅龍飛得太高，唔識退讓，唔識收手，唔識退位，一定有悔，一定出事，一定招損。做人持家處世，同一個道理。人生最難嘅唔係上位，唔係拼搏，唔係奮鬥，而係識得退位，識得收手，識得守本分，識得不越界。已經退休，已經交棒，家庭主導權、教育權、管理權已經完整交俾下一代，就一定要徹底放手，徹底退後，徹底不干預。手新事，干預後生家務，亂管孫輩教育，就係亢龍有悔，自招破壞，自損家福。師傅俾大家一條保命守家嘅黃金鐵律，牢牢守住。我們必然長兄老少，必然和睦，孫輩必然成才，孫仔孫女嘅一切管教、一切教育、一切規管，全數交由佢哋父母負責，絕對唔公開插手，絕對唔當面拆台，絕對唔公開反對。就算你覺得後生管教方式有問題、有漏洞、有不妥，當住小朋友面講，唔好當住外人面評論，唔好當住大眾面否定。真係有心為孫輩好、為家庭好，就私下單獨揾你親生仔講一句，我個人覺得我少少意見僅供參考。講完即刻收手，即刻放手，絕對唔強求，絕對唔爭論，絕對唔逼對方聽從，守住分寸，守住邊界，守住退位智慧，安正福音家庭，福澤子孫。第四句最陰最折磨人，最容易弄巧反拙，最容易令自己無法落台嘅感情勒索廢話，就係成日掛喺嘴邊試探，我住喺度係咪好阻住你哋？冇麻煩，不如我搬出去算啦。呢句說話聽落楚楚可憐，聽落肩卑低調，聽落好似為後生着想，怕拖累仔女。最攞命、最消耗感情、最容易逼瘋後生嘅語言陷阱、情感試探，我見過無數同住家庭就毀喺呢句廢話手上。我拆解老人家心底最深層嘅心理，長輩講呢句說話根本唔係真心想搬走，唔係真係覺得自己阻住人，而係心底深處暗藏恐懼。年老之後
體力衰退，價值感降低，心靈變得敏感脆弱。裏面驚自己冇用，驚被仔女嫌棄，驚被家庭邊緣化，驚不再被需要，驚晚年孤獨，於是就不停用呢句可憐說話試探後生，心底最渴望嘅，等到仔女一句安懶，一句挽留，一句肯定，想聽佢哋講唔會啊，阿爸阿媽，你住喺度好好，我哋好歡迎，好需要你，想靠人哋嘅甜言蜜語表面安懶嘅安全感、慰藉感，但人生嘅耐力永遠有限，情感嘅包容永遠有盡頭。偶爾一次半次試探，後生會體諒你年老敏感，會內心安立，會好好安慰。你日日講，日日試，次次同住有少少唔順心，有少少爭執，有少少冷場，就搬出呢句說話，次次都要對方哄你、遷就你、安撫你，日積月累之下，會身心俱疲、厭倦崩潰、心生煩思。大家要明白，現今後生壓力極大，返工捱加班、捱裁員、捱職場競爭，屋企要面有篤仔，要供樓，要應付人情往來，其處於透支狀態。一旦邊日佢哋喺公司受盡委屈，在外飽受壓力，心情極度低落，返屋企你又恰時講出呢句搬出去嘅話，對方情緒瞬間爆發，一發不可收拾。你一句你想搬就搬啦，我幫你揾樓。講出呢句說話之後，最醒戒、最被動、最冇落台嘅，唔係後生，而係你自己。你本來只係想試探，想被挽留，想求安慰。成真，騎虎難下，進退兩難。搬出去，你根本唔想，冇準備，傷心又丟面唔搬，自己講出嘅說話，自己收唔返，顏面盡失，氣氛凌駕，從此同住更為拘束。自己揾返嚟嘅難堪，自己製造嘅矛盾，自己引爆嘅僵局，係晚年最愚蠢、最無謂嘅自我折磨。我俾大家兩條鐵底擺脫情感試探，守住晚年尊嚴，穩住家庭關係嘅頂級智慧。一定要有屬於自己嘅獨立生活、獨立圈子、獨立樂趣，千祈唔好將自己所有時間、所有心思、所有情緒、所有寄託，全部金死喺仔女同孫輩身上。四面牆之內，對住後生度日，目光窄，心思多，敏感多疑，無事生非，自然成日諗多，成日缺乏安全感，成日想試探對方心意。行山、飲茶、聚舊、打牌、參加義工、培養興趣、結識老友，有自己嘅社交，有自己嘅快樂，有自己嘅世界生活充實，心態豁達，時間多疑，冇心思糾結，冇必要卑微試探。第二，老人家晚年最大嘅底氣、最大嘅安全感、最大嘅尊嚴，從來唔係後生嘅甜言蜜語，唔係人哋嘅安撫挽留，頭上有餘錢、有積蓄、有底牌。中國老人家最常犯嘅錯，就係一世捱盡所有，將所有物業、所有存款、所有資產一次性全數過俾仔女，不明兩手，空空毫無退路，手頭冇錢，自然心虛，自然卑微，自然有看人面色，自然要靠人哋說話揾安全感，自然容易敏感多疑，自留活水，自留積蓄，自留養老底牌，唔使求人。唔使討好，唔使卑微，唔使試探，你講嘢自然有底氣，有分量，有尊嚴，同住相處自然從容自在，不卑不亢。我用老子《道德經》嘅千古智慧同大家做總結，點透晚年最高級、最通透、最有福氣嘅相處之道。經云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有智慧、有修養、有福報，喺屋企最受敬重嘅長輩，永遠係講話最少、最謹慎、最克制嗰個，反而日日口若懸河，驚都不停，是非不斷，廢話連篇嘅人，冇分寸，最冇格局，最容易招過，最容易破家運。老人家同仔女同住，最高明、最完美、最長久、最和睦嘅活法，歸根結底就係簡單7個字：當自己係個客人，俾錢白，實際藏住半生通透無上智慧。你當自己係客人，自然懂得禮貌，懂得分寸，懂得客氣，懂得收散，懂得唔越界、唔管事、唔挑剔、唔比較、唔囉嗦。人去到人哋屋企，唔會隨意評論，唔會隨意干預，唔會隨意指手畫腳，唔會隨意翻舊賬，唔會隨意情感勒索，處處留餘地，事事有分寸，不停有禮，對後生有分寸，對身邊人有包容，人哋自然都會對你客氣氣，敬重有加，真心孝順，用心陪伴。
反而你一旦當自己係屋企絕對主人，事事想管，樣樣想理，處處插手，時時挑剔，見唔慣就講，唔順心就鬧，唔滿意就比較，最終攬亂一池春水，拆散家庭溫情，耗盡滿屋福氣。須知傻，從口出福由心造，拗縮所有不和，所有離心，所有運滯，十有八九都係講多錯多言多必失，導致晚年歲月親子相處同住光陰，其實數得計，好有限，好珍貴。到呢個年紀，風雨見盡，世事看透，更應該懂得珍惜緣分，守住和睦，少惹是非，少生矛盾。每一次想開口講話，想發牢濕，想抱怨，想比較，想試探，想翻舊賬之前，3秒靜一靜，問一問自己，呢句說話係有用練智，係和睦家庭，定係無謂廢話，只會傷人破運。少講一句廢話，多留一分體諒；少一次爭執，多一分和睦。次比較，多一分福氣。願所有老友記都可以管住自己一把口，守住自己一顆心，懂得退位，懂得分寸，懂得包容，懂得知足，家庭和睦，老少同心，子孫和樂，家運興旺。各位長者晚年安穩，身心康泰，福在環長，老如蔥白，日日舒心，事事順遂。